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w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you are a healer.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s.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ne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虽然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身上挪开，我和平的约也必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赞美神，赞美这位为我们挪开大山大海的神，一起来拍手。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难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
敬拜的主，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阿妹吗？阿妹。好，阿妹，我们就继续来赞美，一起来拍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救恩，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继续来赞美，我要赞美，赞美谁？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君王。你永恒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敬拜你，归顺于你，求主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
息敬拜。请弟兄来赞美。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继续来，请姐妹来赞美。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复活大能掌权的主。我们要向你屈膝敬拜，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献给你，承认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都尊崇你，高举你。主啊，你是何等的圣洁美丽，你的荣光充满天地，配得我们一切颂赞与赞美。我们要宣告，从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你已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你的宝座设立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
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是创造万物、赏赐我们日用所需的主，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你丰盛的信实与慈爱。现在我们将当纳的奉献并感恩的心一同带到主你的面前，愿这些摆上蒙主悦纳，成为建造教会、推动事工、传扬福音、关怀社区的器皿。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让我们的奉献不仅是金钱的摆上，更是全人全心的委身。求主纪念，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坚定，让我们生命更得着丰盛。主啊，我们现在同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Amen。请坐。好，这时候我来为大家来报告。我们报告之前先来读我们本周的金句。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我们一起来。撒母耳说：“上主喜悦山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再次。撒母耳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好，第一个消息，本会的消息我们社教60周年，我们有200万的奉献的目标。那这个我们有做一张海报在49号入口处。那我们总共有预备了400格。那现在还剩下差不多50几个，我今天早上有去算那一格就是代表5000块的奉献。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也可以2、3个或者一个家庭一起来。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奉献，因为教会在60周年有许多的活动要举办，那请大家踊跃来奉献。好，第二个台湾领袖高峰会桃园嘉南场，我们在8月9号跟16号礼拜六的整天9点到下午的5点，那持续还可以报名，我们报名的截止日是7月31号，那额满为止好，请大家继续来报名。然后再来咖啡的试喝一样是11点40分到12点40分，在49号1楼的吧台。那花莲瑞穗嘉南教会赠送的咖啡豆还有那如果说我们要买的在那边可以来登记。
好，三峡教会建堂的义卖，好，那义卖的东西，好，跟登记表在1楼的中岛那边，在49号。那在本周就截止了哈，那所以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呢，可以过去啊那边登记啊，那边都有看板可以看有什么样的物品。那为了支持他们的建堂，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奉献。再来7月27号礼拜天，本会召开长执会，那请所有的同工准时来参与。那要报告的各单位，请准备报告的资料。那资料在7月23号以前交给我们的行政干事倩如干事。好，再来桌游教学在49号1楼1点的时候，那我们有4项的桌游在那边练习哈。那练习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参与9月27号的桌游比赛。那也是欢迎大家来报名有报名的就是要先去那边练习哈。再来社区讲座，7月23号礼拜3的早上10点30到12点，那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情绪与界限。那我们邀请的讲师是沈美华老师，这是线上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社区医疗咨询7月27号下主日10点半到11点半，在教会1楼。那我们在那边有医疗咨询，那也是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也可以来参加志工志工的服事一样是10点30分到11点半的时间。好，再来孝亲主日的活动定在8月24日的早上10点半开始那我们的活动的地点是在教会的7楼。那这个孝亲主日主要是要让我们的祖孙之间可以更建立美好的关系。那如果有要报名参加的我们在49号1楼公布栏报名登记。那我们的名额只有80名好，再来我们在刚刚台语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有做那个差遣的礼拜，为了短宣有做差遣礼拜。他们这一次短宣队是到高雄的小港汉民教会，那我们持续为这个短宣队来祷告那么在那边有1个礼拜的时间这些青年人在那边付出服事，我们持续为他们来代祷。好，再来这个很重要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我们有纪念的特刊那我们需要每一位家庭都来缴交照片因为你有缴交照片，我们才知道说用哪一张有一些人认为说教会之前在过年春假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有立皇兄有帮我们拍照那认为这样子就可以了其实不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来缴1张让我们的这个刊物更丰富那你缴交可以缴交给小组长，或者是直接交给我们的主任干事那期限是在7月31号礼拜4截止那在这个时间之前，希望大家踊跃来缴交。好，再来将来60周年有台语的圣经朗读比赛。那在今天的下午1点比赛的地点是在401教室。那请所有参赛的选手1点以前在401报到。那也欢迎弟兄姐妹拨空来观赛让这个比赛更丰富。好，再来我们因为青年去汉民教会服事短宣队，所以我们这个礼拜6 7月26号的青年礼拜我们就暂停1次。好，这里消息，我们恭喜黄云安跟许玉婷夫妇他们是志香长老的儿子，然后他们在7月17号礼拜4平安产下一个女婴，名字是黄以宁，感谢主。那我们也持续为他们来祷告，让新生儿能够平安的成长。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60周年的创作发表的第2集那我们来播放迦南教会60周年主题曲创作发表会第2集。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这3首属于迦南教会的歌曲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创作者们的分享吧。不会再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最挑战的其实是想要把60年的感动浓缩在这几分钟里。有一段时间卡在了副歌，怎么写都觉得不够有60年的历史的那种力量。后来我重新回想这些年从小到大在教会的经历，很多画面一幕幕涌上来，那这些回忆都让我找到情感的出口，也让旋律自然的流出来。要逃避，跟随主引领走神的道路。有一天，君毅告诉我，他无法完成文成长老交给他的创作。我为此事焦虑一晚，生怕我的创作被埋没了。隔天一早，拿出歌词，念着念着，心中就有了节奏，接着旋律就出现了。我不会作曲，对作曲也毫无概念，但圣灵感动就如泉源涌出般，自然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迦南向前行》这首歌，将这首歌献给迦南教会，荣耀归给神。当咱伫副歌唱到迦南的时阵，其实我伫遮放到一个音乐隐藏彩蛋。相信兄弟姊妹应该拢会晓唱《生日快乐》这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用生日快乐来拉嗦、瑞哆来安排歌词。当咱咧唱迦南的时阵，其实咱嘛咧祝福迦南教会生日快乐。希望兄弟姊妹介意这首诗歌，也愿上帝带领迦南教会日后的每一步，拢有伊的引带。好，感谢他们的创作付出哈。好，我们拍手好不好？好，接下来来宾介绍哈。第一位是李婉如啊姐妹，好，她是倩茹的姐姐哈。那她是在彰化哈。好，欢迎你。好，请坐。好，第二位是黄英哲弟兄。好，是昭雄的大儿子哈，在右边的地方。好，我们欢迎你。有照片吗？没有哈，好 ，OK。好，第三位是陈洁慧姐妹哈，她是自己来的哈，经过啊，来欢迎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欢迎你，好，请坐。好，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17节到23节。好，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哈。好，17节，撒母耳说：虽然你认为自己不重要，但是你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上主选定你做以色列的王，他派你出去。命令你消灭那些邪恶的亚玛力人，把他们都杀光。你为什么没有听从呢？你为什么急急忙忙地掠夺战利品，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呢？扫罗说：我听从上主的话，照他的吩咐去打仗，掳了亚玛甲王，并杀灭了所有的亚玛力人，只是我的军队没有把掳来那些最好的牛羊杀了。他们带牛羊到吉甲去，要当作牲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撒母耳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坏，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由于你背叛了上主的命令，他厌弃你，不要你做王。好，以上。好，接下来我们请本堂主任牧师陈柏志牧师来讲道，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神要你听话，神要你听话。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每一天赏赐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听见，也让我们能够在过去一周当中，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也求你再次借着今日圣经当中的话语，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高兴我们在主日能够继续来敬拜主。上礼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已经听见撒母耳他长大的故事，特别有4件事情，我来帮助大家再来复习一次。哪4件事情呢？第一，知道；第二，要知道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第3，要知道神托付我的职分；第4，要知道小小撒母耳他在这4方面的成长，好让他能够在年纪轻轻，虽然他的国家他那时候还没有成为国家，好他的族人被外人所欺负，但是呢，上帝让撒母耳有一个心志，也让他能够很快就起来迎接。当他的师父以利被那个以利的2个儿子被杀死，然后以利惊吓而死的时候呢，他却起来承接一个以色列人百姓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啊。我们相信都听过一句话，顺服就是什么？蒙福。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就会带来6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得到上帝的保守，让我们不陷入试探；第二，我们会得到智慧和引导；第3，我们会更明白上帝的旨意；第4，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祝福；第5，我们会培养谦卑的品格；第6呢，我们会更加有信心来信靠神。我相信顺服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当你愿意去顺服、去操练顺服、去挑战自己能够顺服神的时候呢，这6件的礼物，上帝就要让你蒙福啊！好，所以跟旁边弟兄姐妹说，顺服让你更蒙福。所以你会知道怎么样去胜过罪。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上帝就把各样的福气来加添。我们看见撒母耳就是一个从小开始顺服的一个榜样。他在3岁顺服他的妈妈，妈妈把他奉献到圣墓、圣殿，而他也顺服。当他的老师教导他，他也顺服。当他的所遇到的事情，只要是出于上帝的每件事情，他都愿意顺服神。所以他就在他的一生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与他的同在，很多的祝福。但是呢，我们都晓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因为古人早就透过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人非圣贤，然后呢，孰能无过？”后面一句呢，知错能改，然后呢，善莫大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慰我没有人是圣人，人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的时刻，但是更宝贵的是，在你犯错之后，你怎么样能够回到正轨上面的？这句话是来自于《春秋左传》，它的原文只有3句话。我们从右边读到左边，我们来读一次看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好，再一次：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好，你把那个韵律念出来，就知道人呢，每个人都会有过错。但是遇到过错的时候呢，在于不是你要被过错所责备，还背负过错的重担，而是能够去改进。而善呢，没有比这更大更美的。所以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来继续从撒母耳记上，我们要快转到扫罗。从扫罗他一生所走过的过错，那他也是圣，也是贤，他也是君王。而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他有6个致命的过错，而这6个致命的过错，如果他能够改正，他或许能够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改正呢，让他的人生陷入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啊。第一个过错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在第10章，他领受上帝的话，因为呢，百姓一直吵着要一位王，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经所读到的。而他也去寻找，他就让扫罗出来寻找父亲的驴子呢，结果遇见了撒母耳。当天撒母耳就膏扫罗为君王。可是膏他为君王之后，扫罗他怎么样？完全没有预备心。所以过了几天，撒母耳把全部的百姓叫来，因为他膏他为君王还不够，他要让百姓也认识这是上帝所选立的君王。怎么选呢？12个支派，12支签。抽出来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里面有很多的宗族，这些宗族可能不止12个，几十个宗族抽出来是谁呢？马特利族。马特利族当中呢，可能有几千、几万、上万人，抽出来是谁？基士的儿子扫罗。所以这个几率有多低？几百万分之一啊，几百万分之一。所以这件事情呢，应该要让扫罗吃了一个定心丸。不论你是撒母耳来膏抹你，或是你在公众的抽签被抽出来选上成为王，你都应当要很高兴。可是抽中了扫罗之后呢，众人一看扫罗在哪里？寻不着，所以他们只好再回去求问耶和华，扫罗有没有来这里？耶和华告诉撒母耳，有，看啊，他藏在储藏室，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所以扫罗他是很开心还是很害怕？很害怕。你怎么知道？我们看到很多台彩中奖，中了那个威力彩那个乐透，上一期好像是中了20几亿的样子。听说那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已经过了一个冷静期啊，还没有出来。他可能太开心，也可能太害怕。但是扫罗呢，我们从后面来看，他应该是太害怕。可是当人家把他从那个物品当中堆放的物品当中找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他长得人高马大，比一般的人多了1颗头。所以扫罗如果站在牧师旁边，他大概这么高，比一般的人多1颗头。所以大家看见扫罗，哇，果然是上帝所选的一表人才，人高马大，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了。大家就大声的说：“愿王万岁，万万岁！”好，然后呢，扫罗那天哇得到很多的掌声，他应该要更加的有自信。可是我们再往后看下一章，受膏之后都被众人拱起来成为王，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田间赶牛。好，这个经节有的圣经翻译说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好，他可能赶的牛很多。但是呢，那时候呢，当他当王没几天，就有亚门王隔壁的国家亚门王就起来过来踢馆了。好，那他要来征服以色列人。以色列的这个城市呢，就派人去跟他求和求情。亚门王说好，要谈条件，要和平，可以，只要把你每个人的右眼怎么样？全部都挖出来，每一个人的右眼全部都挖出来，就可以谈判，就可以谈这个和平的条约。这样的条约要不要签？不要签，没有人要签呐。好，如果你要投降，好，你不能够和平的投降，你要先断手或断脚，你要失去1颗眼睛。亚比这个城市的长老非常的紧张，他就去寻求他们的王扫罗，他并没有先去寻求他们的神，去寻找撒母耳。而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听到这句话，他一时就被圣灵感动啊，神的灵催逼，他就大发怒去，好，叫做 rush upon， 他就非常的激动，他就把他这些牛怎么样砍成了12块，然后命令人送到12个支派去，说今天你们若不出来跟我一起征战，你们就跟这些牛一样要被碎尸万段了。所以扫罗这一下呼召出了33万的人跟他一起来征战，就打胜了那场战役。所以打胜之后呢，大家就对扫罗更加的有信心。但是呢，让我们看见扫罗他的信心是在被动的方式，好，是一个被逼到一个墙角，被逼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他才愿意挺身而出。如果没有被逼，他可能还是想要做他田间的工作，赶牛的工作。第3个，我们看到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扫罗呢，他忘记了，而且记得，或是他没有遵守跟撒母耳的约定。第10章，撒母耳为他膏抹受膏，说你成为神的受膏者。然后里面有告诉他说呢，你要先到吉甲，在那边去等候我7天，你要在那里等候7日，我会去到那里跟你一起做礼拜，去到那边一起跟你一起奉献。但是呢，当我们做完礼拜奉献之后，我会告诉你上帝有什么启示，你应该怎么做。可是扫罗就在这短短的7天当中，又有亚门人来攻打，然后又有非利士人来攻打。这次非利士呢，派出了3万的大军，光这个战车呢就有3万，而且非利士人他们的武器精良，他们都可以用铸铁的技术，所以他们都拿刀啊、拿枪啊、拿剑啊。
可是整个以色列当中，只有2个人有铁的武器，是谁呢？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单，只有2个人。那其他人拿什么？其他人可能就拿扫把啦，拿拖把啦，拿着水桶啊，拿着这些木头，就要上去跟他打。但是他们没有那么精良的武器，所以扫罗越来越害怕。7天他真的是坐立难安，度日如年啊。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可是呢，第7天呢，撒母耳还没有出现，来到吉甲。可是百姓呢，大家都很紧张，好，所以渐渐就离开扫罗散去。所以扫罗非常的害怕，他就命令人说：把燔祭、把平安祭，现在拿到我这里来。扫罗要代替撒母耳来祷告、献祭，要敬拜，好，希望能够在献祭当中，上帝就可以指引他们方向，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得胜。结果才完成第一个燔祭献祭之后呢，撒母耳就出现，非常的戏剧化。撒母耳出现之后，就对扫罗说：“你做什么事？”扫罗说：“因为我看见百姓一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你又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所以非利士又在密抹集合，现在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旁边了。所以我说，现在非利士都快到吉甲来攻击，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扫罗的理由是不是理由？是，好，对我们来讲都是理由。对撒母耳来讲是不是理由？不是理由。所以13节黄色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不然耶和华会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国度，直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度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时候扫罗才做王多久呢？13章第1节说，这是扫罗3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第2年哦，才第2年。第2年他就没有办法被撒母耳所看好。撒母耳听到他这样子的回答，虽然振振有词哦，百姓都离开了，战争快要爆发了，而且你又还没有来，所以他这样子做，他是不得已的苦衷。可是撒母耳却给他非常重的一记，非常重的打击，就是你做糊涂事，所以耶和华没有办法要兼顾你的国度和你的王位哦。但是呢，上帝还要另外选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个人是谁？我们都知道，就是下一次下礼拜牧师要分享的大卫。所以上帝另外拣选他，其实这时候只是扫罗做王的第2年。那你知道扫罗做王总共几年呢？对，我听到了40年。所以其实上帝还是给他很长的机会，40年的时间。但是呢，这是扫罗第2次的机会，所以他没有好好听话，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以至于他遗忘了，而且又在匆忙当中、害怕当中，没有把撒母耳的约定遵守执行，以致给自己带来灾难。哪怕是那么简单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呢，他没有去听进去，就给自己很大的亏损。更大的亏损呢，在下一章14章。这个呢是他的儿子，其实扫罗很会打仗，他也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所以他先后跟了5个国家来打仗，甚至最后第6个国家是亚玛利人。而他打战呢，每一次都能够打胜。那13章讲到一场的战役，是他的儿子约拿单非常的能干，甚至2个人就潜入了敌军的营中，爬上去，甚至呢能够以1挡100，以1挡20啊。所以撒母耳在这场战役呢立了功劳，让非利士人呢，他们溃不成军。可是，在那天的征战当中，大家打得非常的累。扫罗他在王宫里面，他当王，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到今天太阳下山以前，在得着这场战争的胜利以前，任何的人都不准吃东西。若有人敢吃东西，愿神重重的惩罚他。这一句合理不合理？今天我们都是开化，都受教育，当然要吃东西啊！你要出去打仗，连运动员他出去比赛，他一定要吸收这个高单位营养品啊，他才能够有这体力。可是王怎么下了这道命令呢？怎么可以叫大家没有赢就不能吃东西，吃东西就要被王诅咒，神就要重重的惩罚他？结果呢，谁吃的东西？
他的儿子约拿单。他的儿子约拿单经过了树林，看到了一个蜂窝，这蜂窝上面有蜜，他就用他的杖沾了一些的蜜来吃。当他吃了这些蜜之后，他的眼睛就明亮，精神就来了，就继续冲啊冲啊冲。可是就有人去通风报信，告诉扫罗说：“你的部队当中有人没有听你的话，吃了东西。”他就很生气，是谁？没有人敢说，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来抽签，我跟我儿子站一边，其他的军队站一边。”好，所以呢，没有想到一抽出来是谁？我跟我儿子这一边，他非常的 shock。然后扫罗他也知道他自己没有吃东西，所以他也在说：“好，我跟我儿子做2支签，看是我吃的东西还是我儿子吃的东西。”一抽签抽到是谁？约拿单吃的东西。哇！所以抽签有没有效？在撒母耳记当中很有效，在扫罗身上特别有效。他从几百万人当中被抽出来一次。现在几万个人出去打仗，谁吃东西用抽签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祭司好，这个大祭司他身上有一件以弗得，以弗得就有2块胸牌。这个胸牌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民。好，所以一个抽就是 yes， 一个就是不是。所以他们要求问上主，上主是不是这样？就一抽出来，好，是乌灵还是土民，他们就知道上帝的答案。扫罗也是用抽签，结果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你告诉我你做什么事情。”他儿子约拿单说：“爸，我只不过是用手中的杖沾了一点点的蜜来尝尝，难道我现在就得死吗？如果是你，要不要让他死？”大家一定不想让他死。可是扫罗怎么说呢？44节，扫罗说：“约拿单啊，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惩罚我。”你可以从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当中发现，扫罗讲话有没有智慧？他有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都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啊！好，他是几乎是全部都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他为了想要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他下了一个非常重的命令，大家都只能拼命到底。好，谁都不能吃东西。现在拼了命打赢了战，可是呢，有人吃东西，是他儿子吃东西。他本来可能或许转个弯，换个方式，好说孩子啊，好，我愿意替你而死，好，这样可能更好。可是呢，他说你一定得死，不然就是上帝要重重的惩罚我。结果我们来读45节，黄色的字来，请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大行拯救，岂可死呢？绝对不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后来约拿单没有死，所以谁得死？扫罗。他说：“你今天若不死，愿神就怎样，重重的惩罚他。”所以这个咒诅本来是要恐吓人的，恐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结果呢，又最后到谁的身上？扫罗自己的头上。所以约拿单为什么没有死？百姓替他求情。如果你是扫罗，你会觉得怎么样？我讲了这么多的话，都面子都颜面尽失，面子都挂不住啊。结果呢，那一天虽然战争胜利了，可是扫罗呢灰头土脸的上去，就是回去到他的王宫，然后呢，他也不再追赶非利士人。所以本来一场战役当中，他的儿子所带出去的军队打了出其不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可是因为扫罗的一句话，没缘故的随便乱发重誓，发了一句重誓，结果那一天那个战争，扫罗也没有心情，非利士人都回去了，让他们以后东山再起。这也是扫罗自己所种下的祸因啊。第五个最严重的就是在第15章。所以从第10章，扫罗开始被膏立为王，你会发现几乎一连串，只有12章撒母耳的遗言他没有出场之外，几乎每一章你都可以看到扫罗，他有很多个性上面的瑕疵，这些瑕疵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警告。
15章，上帝要扫罗去面对最后的大魔王这一关，就是亚玛力人。前面他已经赢了5个国家，现在是第6个国家，扫罗他可以赢的。所以撒母耳告诉扫罗，这次你要打仗，你不可以带任何的战利品回来，你要把亚玛力人杀个片甲不留，杀个精光，不能留下半个人、半条命、半样东西啊！扫罗听了，他就去，他一样又运用他的这个军事领袖的这个天赋，打赢了亚玛力人，甚至把亚甲王，亚玛力人的王叫做亚甲，也抓到手到擒来，抓到笼子里。但是呢，他却没有把撒母耳的话听完，他就留下了一些东西。所以当撒母耳来的，刚才这张照片就是现在，如果你去观光，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战役就是发生在这个山头的平原当中，就在这边发生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的地方。而撒母耳来见扫罗，说：“扫罗，战争打得怎么样？”扫罗说：“感谢主，这一次战争呢，我们又赢了，又赢了。”扫罗就说：“我怎么听到有羊咩咩在咩咩叫的声音，还有听到有牛在哞哞叫的声音呢？”扫罗这时候被拆穿，他马上转了一句话说：“哦，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是要给你带回去示罗米斯巴，可以拿去奉献给上帝的礼物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有没有说实话？他没有说实话，他赶快把话说得漂亮。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不听你的话，我是要把东西给你带回去，这些上好的礼物。因为亚甲他是住在南边到埃及的之间，亚甲他可能也有很多埃及的宝藏，有很多埃及的黄金，有很多埃及来的这些舶来品。扫罗呢看了听了呢，心里面很痒，哇，心里面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去过埃及，我如果把亚甲王抓来，他的宝物归我，那这些埃及的美物呢，我就可以占为己有。还有这些牛啊、羊啊当中最肥最美的，也是从埃及来的、进口来的，我也可以占为己有。这样子呢，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和享用。可是当撒母耳拆穿他的时候，他却又编了另外一个谎言，以至于扫罗和百姓他怜惜亚甲，也怜惜亚甲这一些的美物，所以最后给他带来的灾难是第6个。上帝觉得遗憾，因台语说切心，上帝非常的忧伤和难过，难过到一个程度，上帝自己派邪灵来管教，来搅扰这个扫罗。第15章的第10节，耶和的话临到撒母耳。1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扫罗为王，我感到遗憾，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上帝自己先讲出他的心情。本来以色列百姓今天早上读到的圣经，他们要求一个王，上帝也警告他们，这个王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王，可是上帝为这些百姓选了一个王，让扫罗有这机会。可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扫罗他却表现的至少有6次让上帝觉得失望，甚至第6次呢，上帝感到非常的遗憾，心都碎了。撒母耳听到上帝这样说，撒母耳就生气，甚至终夜的哀求耶和华：上帝啊，你不要生气；上帝啊，你不要难过。现在是反过来，撒母耳在安慰他。而15章的35节讲到撒母耳后来一直到他死，他可能最早是在80岁或是90岁的时候蒙主恩召，可是到他死的日子呢，可能有20-30年的时间没有再见扫罗，他跟扫罗没有再见面，因为他跟上帝一样的难过。而撒母耳为扫罗忧悲伤，因为耶和华的遗憾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或许都是被上帝所拣选，耶稣所救赎的儿女，有新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得救的位分，可能让上帝看到我们一天就难过一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
但是知过能改，善就莫大焉。盼望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悔改，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祷告开始敬拜以前，能够有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最悲惨的是在16章14节，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上个月我们在讲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圣灵怎么样从天降临，在一群相信人的身上，给他们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可是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个不平安的声音，那个不平安的声音就是圣灵的担忧，就是圣灵的提醒。可是那个不平安的声音，如果我们刻意的把它压下去，刻意的把耳朵塞起来不听，那个圣灵提醒1次、2次、3次、5次、6次，他可能提醒你不晓得几次。但是当上帝收回他的圣灵，接下来的灵是谁？邪灵。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记接下来16章、17章歌利亚，18章大卫，接着呢，大卫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结束，扫罗他的最后留下来的故事都是悲剧，每一个故事都是悲剧，让人看的是更加的觉得替他感到遗憾。你也可以感受到他把上帝伤得有多重。上帝让整卷撒母耳记的下半段，有10几章的篇幅，都在强调扫罗因为一开始不听神的话，背后接下来他要过着什么样的折磨，受什么样的痛苦，他跟大卫之间的痛苦。扫罗杀死千千，然后呢，大卫杀死万万。扫罗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大卫，可是他又想要杀死自己的女婿。他一开始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要杀死自己的女婿，要杀死他的指挥官，要杀死很多，他的满脑子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死亡。有4件事情是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害怕时做决定，除了受伤，你什么都看不见。我们看见扫罗王他的惧怕，上帝呼召他，上帝拣选他，他却人高马大，躲到仓库，躲到行李堆，躲到货品的里面去，所以他不能够去面对，去承接。第二，我们看见扫罗在孤单时做决定，却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最后是伤到自己的儿子，还伤到自己。对不起，他伤到这个决定呢，是看到百姓离去的时候，他就贸然献祭。他看到人民一个一个的离去，非利士人要打来，所以他又等不到撒母耳，结果他一个人陷入孤单，就是贸然献祭，结果引起撒母耳对扫罗信任的瓦解。撒母耳在他当王的第2年，就告诉他一个悲惨的事情：上帝要另外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这也成为扫罗一个更大的阴影。虽然他后面还有30几年可以做王。第三，我们看见扫罗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他甚至不 care 不在乎他伤害了谁。他说：今天你们要为我报非利士人的仇。他跟这些的以色列军官说：你们除非帮我把仇报完，否则谁都不准吃东西。若有人吃东西，愿神重重的处罚他。所以他一心只想要报仇，想要来打赢这场的战争。可是他没有体恤这些他身边人民的困倦疲惫，他也没有体恤他自己的儿子，连他儿子都承认了，说我只不过沾一点点的蜜，他也说你就得死，不然就是我被上帝所惩罚。所以扫罗是一个从自卑到自私到自傲的人。跟你旁边说，不要自卑，不要自私，不要自傲。扫罗他从一个自卑心开始，没有安全感，害怕，到他坐上这个位置，他却坐得不稳，他却没有一个柔和的心，能够愿意去服侍人，他却变成那个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他就把眼睛长到头顶上，
他没有办法去体恤人民的困扰，而他只要贯彻他个人的意志，是非常的可怕。最后我们看见扫罗在受试探的时候做决定，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的代价是极为惨痛。他贪爱亚甲、埃及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他彻底的伤透上主的心。这个惨痛呢，让这个撒母耳记上的15章，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用这句话说：现在你就是一个悖逆的人。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相等，顽梗的罪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一个悖逆，就是一个行邪术，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这句话呢，也成为扫罗的罩门。其实我们看扫罗的一生，他还真的没有去拜偶像，他的一生后面我们会看见他去交鬼，去找了一个女巫。看我们在小组当中有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扫罗这一段非常的有兴趣啊，迫不及待想要分享这一段。扫罗他也曾经去请了一个女巫，他自己来变装，请女巫去呼唤撒母耳的亡灵。结果撒母耳真的从阴间被呼唤出来，然后就认出你就是扫罗，你干嘛装另外一个人？然后呢，扫罗一直想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他不问还好，一问呢更惨。这就是扫罗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这个世界上希望不要再有一个扫罗，我们的国家也不要有这样的扫罗，成为我们的领袖，成为我们的领导者，成为我们的民意代表。不要换那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选举之权是拜托拜托拜托。好，你的一票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一定会好好的服务你。选上之后，谁理你呀？好，谁管你呀？好，你只要不听不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与我为敌，就跟你对干起来。我们会发现，这是很多的悲剧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巡回。千错万错，千万别再错。好，请大家说一次。你可以犯错1000次，犯错10000次，但是你不要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犯错5次、6次。你到5次、6次，你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可以看到扫罗他没有第7次，到他第6次的时候呢，上帝已经下猛药、下重药，无人能改。如果你在同样一个问题上面，因为逞口舌之快，或是一时的血气，这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或是你一时受不了引诱，偷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你可能有1次、2次、3次的悔改的机会，但是你不见得会有4次、5次，也没有第7次。当我们若伤了神的心，我们要谨慎，我们应该要求上帝来帮助，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22节、23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撒母耳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于献上最好的羊。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坏，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他厌弃你，不要你做王。”如果你看后面的故事，讲得更精彩，他就是怎么样去抓住撒母的衣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抓得很用力，把撒母的衣服扯断了。一扯断，撒母耳说：“上帝就让你跟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如同衣服一样要断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扫罗虽然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得不到民心了，越来越得到民心，就是变成 separate， 变成分开的、分裂的。他跟人民没有站在一起，人民也跟他没有站在一起，因为他没有听话，听上帝的话。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同在是用约柜来显现，而约柜里面有3样的宝物。第一样，那2块黑黑的，就是摩西的石板，上面刻有上帝的十诫，或是上帝在西乃山上上帝所要宣布的话。第二个横的那一根是一根杖，
那根杖是谁的杖？亚伦的杖，而且是亚伦发芽的杖。上帝用亚伦的杖，让他在一天当中，那个杖手杖都是从树上砍下来，他就死了，就没有养分，他就枯干，就硬掉。可是那个杖呢，却在一天当中不仅发芽，还开花，还结果，开了一棵杏树杏树。所以用这个呢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旨意。最右边是个金罐子，金罐子里面装有白白的玛纳，这玛纳代表的是什么？天上来的粮食。所以不论是摩西的石板、亚伦的杖，还有他们在旷野吃了38年的玛纳，这3件事情都代表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而把这3样最重要的放在约柜当中，就是要人民知道上帝的每一句话是非常的宝贵。上帝的话、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是非常的宝贵。跟你旁边说，上帝的话、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怎么样？非常的宝贵。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把它当作这是一个 prime time， 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一个贵重的时刻，是一个你要来朝见神的时刻，而不是翻圣经就是一个想睡觉的时候，听圣经就是一个迫不得已，因为小组长叫我们要读圣经，是一个很难挨的时刻，不是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知道听他的话简单还是不简单。如果你真的有去听，8福，清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你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温柔的人，你就知道这是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呐，不可以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要爱丈夫的要爱妻子，要为妻子来舍己。做妻子要怎样？要敬重丈夫，如同教会敬重主一样。你要去把上帝每一句话都要做出来，真的是困难。所以听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困难，但是你愿意去承接这个困难，上帝的祝福就是在你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之后，祝福也是这样一件又一件这样的来到。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分享扫罗到底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他给撒母耳提出了警告，而撒母耳提出警告的时候，他还有机会，还有得救。第二个，扫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敢让人家看见，不让人知道，结果最后被宣判，你厌弃神的话，神也厌弃你来做王。他从那天跟这个王国王位断裂分开。而第三个，我们来思想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之后，从上主来的邪灵让扫罗如何变成精神分裂，他最讨厌的人变成是对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最害怕的人变成是他身边当中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要讲扫罗，他真的是大起大落，非常的可惜。还好新约有一个扫罗，那是旧约的扫罗，可是新约扫罗悔改认错信主，变成了保罗，他的一生都没有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扫罗的意思就是小、微小的。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很渺小，你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很不重要，你可能觉得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看不见、不知道的明天，明日将如何？可是当你愿意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把每一字每一句认真的听进去，认真的去行，上帝不看你为小，上帝让一个叫做小长那么高的扫罗，可是呢，上帝可以改变他，成为后来的保罗，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的勇士和精兵。而我们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因为我们的国家在过去这1年半来，国会各样的现象，让我们的社会开始有罢免的行动，而且这样的罢免是一个串联，是一个接着一个，有30几位的立委被通过中选会认定要来办这个罢免的选举。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不关我的事，这也不是我想要了解。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你要知道这个罢免如果通过会发生的事情，谁要来负责？还有如果这个罢免如果不通过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谁要来负责？不是他们，不是这些民意代表，也不是我们的总统，因为我们是民主制度。罢免的通过不通过，所代表所决定的，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前途，整个这个国家的未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立法院的国会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吗？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立法委员他们所通过的法案、所通过的条款，要把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带到什么样的命运和前途？是不是出于上帝？你可以用你的选举的一票来去决定你所领受的感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来选择上帝的心意，也求主来带领，让我们的国家的前途不是只有在少数120几个立委的身上，而是在2300万的百姓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民意。在以色列时代，扫罗要杀他的儿子，当百姓都出来的时候，扫罗再大也没有用，他的儿子那一天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掉下来。不要小看自己，你手中的那一张票是一个串联，是一个祷告，是一个从神来的感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主啊，你看见我们在台湾所面临的大罢免的行动，我们不晓得或是不知道这次罢免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这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是台湾学习、成长、进步的阶段，让我们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的保持走在世界的领先，让台湾的民主的尊严和价值是能够建立在圣经的公义、和平的基础上面。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只有和平却没有公义，不是真正的和平。主啊，求你赏赐台湾百姓2300万的百姓，1000多万的选民的智慧，当他们在面临是否该罢免的考验的时候，能够有清楚的看见，也能够遵守你的旨意而行。神啊，我们更感谢你，你不轻看我们的罪，不轻看我们的过错，即便有时候我们软弱犯罪，你仍然一而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但是你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为我们的罪来担忧。让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就应该要把自己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
掌权。求主来帮助，求主与你同在。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右边弟兄姐妹来为自己来祷告。个人来祷告，为你在与神的关系，为你心中的害怕、恐惧来祷告，为你心中的愤怒，或者你心中的孤单来祷告。求神与你同在，求神安息在你的身上，求神使你不害怕、不孤单，不是。就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大家站立起来，我们再次来唱《诸天宣扬》。诸天宣扬，是的，主啊，这是你所造的世界，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是的，主，你是全人的圣洁，全人的美丽。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有石板上帝的诫命，赐给我们有亚伦发芽的杖，让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也赐给我们有玛纳永生的应许，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吃了就要得着生命的饱足，生命的粮食，永远的生命。主啊，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极其的宝贵，愿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再次借着扫罗的故事，扫罗的生命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千错万错，千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听、领受、遵行上帝的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继续站立来赞美神。虽然道路崎岖，但是神永远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一起来拍手来赞美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重担。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将掌声归给主。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然后我们一起帮忙收我们的椅子。